家好，歡迎嚟到雙職媽媽平台，我係 Yanni。咁今日咧，其實我想介紹一種豆漿。咁咧，其實呢個豆漿有乜咁特別咧？就係其實最健康、冇添加劑、有低糖嘅豆漿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就記得收睇落去，記得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 我嘅 channel。中意呢段片嘅話，喺下面留言叫我加油。我哋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大家好，如果你哋對被動式收入有興趣，從而賺健康、時間同埋收入嘅話咧，歡迎你 WhatsApp 呢個電話揾我，我係你嘅會計師 Yanni。咁首先咩叫低糖先？其實較早之前個 video 都講過咧，其實咧就係每100g 裏邊咧少於5g 嘅糖咧就叫低糖嘅。買嘢嘅時候咧，其實你睇一睇個標籤咧，其實佢100g 裏邊咧有幾多糖嘅。嗱，小心少少啊！有時咧，因為我都見過唔少咧，就係佢個成分標籤裏邊咧，其實佢可能佢唔係用100克做一個個體，佢可能講30g 裏邊咧得3斤糖嘅啫。咁其實3克糖嘅啫。咁其實咧，如果你乘翻做一個比例嘅話咧，已經係9至10克糖都已經係十分之高㗎啦。而另外一樣嘢咧，佢係冇嗰個穩定劑，即係嗰個添加劑嘅。咁譬如呢啲紅蘇牌子啦，咁咧或者呢啲咧，其實北面咧都會有少少添加劑嘅，譬如460啊、466啊。咁呢啲咧嗰支裏邊咧都係冇嘅。咁當然咧，我哋飲嘅460即係譬如嗰啲添加劑裏邊咧，如果你飲少少嘅話，其實當然絕對冇問題啦。但係倘若你係一個濕疹患者或者裏邊有炎症嘅話咧，其實咧都會觸發到你身體裏邊嘅炎症更加厲害嘅。咁所以咧，當我選擇呢個飲品嘅時候，尤其是我仲係有少少濕疹嘅添，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就會選一隻，譬如我中意飲豆奶嘅話咧，我會選一個牌子咧，其實首先佢係低糖同埋冇添加劑嘅。咁今日我一隻係咩咧？呢支啦，一品嘅豆漿，咁仲要係白色嘅豆漿嘅。咁呢支咧七仔有得賣啦。咁而大家留意嘅一樣嘢咧，其實佢有機會就係有黑色嘅。嗱，黑色大家唔好覺得好健康啊嚇！咁其實如果大家睇翻咧，其實佢黑色嘅話咧，其實佢個糖分咧已經係高出咗1橛㗎啦。咁其實佢而家呢一個咧100克咧就只有3.6g，係屬於低糖嘅飲品嚟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都係譬如你對糖分吸收係比較留意嘅話，其實或者想減肥嘅話咧，其實我都覺得呢一支都係一支健康嘅飲品嘅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咧大家對我呢個生活小貼士咧有興趣啦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